轩辕巨气，凝于掌心。我的小祖宗，你再练下去，我这破道观就彻底破产了。师傅，对不起嘛，我这玄力没控制好。为了帮你练功法，我把灵芝、灵泉全都换了资源。现在我欠你师伯一屁股债，你现在功法大成，也该挣钱还债了。还债？哎呀，师傅，人家还是个宝宝呢，你这是雇佣童工。你见过能震碎门板的宝宝吗？少啰嗦，我给你接了个活，去海市保护陆燕山3个月。什么？你不是想知道你的身世吗？接了这单，我给你线索。是，好吧，好吧，下山去了，挣钱还债。据悉，陆氏医药今日正式推出全新神药修元。该药经临床试验证明，可有效杀灭癌细胞，填补了全球抗癌领域的多项空白，堪称医学史上的伟大发明。哥，修元终于问世了，你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。陆氏医药这下直接能比肩海市4大家族了。别急躁，修元刚推出，后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。不好，哥，后面有车在跟踪我们。是赵曼，刚才酒桌上没给他面子，现在报复来了，加速甩掉他。撞上去！我倒要看看陆燕山能躲到哪里去。是。这海市这么大，上哪儿去找那个陆燕山？好险！刚才怎么回事？陆延伸，我好不容易才帮你搭上徐总的线，你酒只喝了1杯，说走就走，这不明摆着打我的脸吗？赶紧给我回去，把合作谈完。修元是拿来救治癌症患者，我陆燕山是绝不会拿他来做生意的。你就叫陆燕山？哪儿来的土包子？赶紧滚！哎，我刚刚可是救了你，你连一句感谢都没有，怎么还随便推人啊？哼，你以为你们今天走得掉吗？哼。你给他们下毒了！你给他们下毒了！来人，给我把这个丫头杀了！姐姐，你的这些手下们也不怎么样嘛。你给我等着！哼，原来是春药。救救我！臭流氓，清醒清醒！我得给他们解毒。
别碰我！谁喜欢碰你了？我这是帮你解毒好吗？你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你别过来啊！帮帮我！好险！哎呀，我怎么刚下身，初吻就没了？你谁呀你们对我和我哥怎么样吗？哎，说起来，我才是受害者，你怎么看起来比我还紧张？我看你就是跟赵曼一伙的吧，贪图我们兄弟的美色。大哥，刚才是我救了你好不好？救命之恩是只字不提。啊！你真的，我的童子之身啊！我掐死你！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什么都没做，刚才我是用这个救了你。不过你说的是真的？啊，千真万确。这卡里有100万，算是感谢你救了我。另外，今天的事情，你不许跟任何人说。去海市保护陆燕山3个月。没想到山下赚钱这么容易，这下可以还清师傅欠的债了。不过，如果能解开锦囊，知道自己的身世，岂不是更好？喂，看在我救了你的份上，要不然你让我当你秘书怎么样？陆延生，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。过去站好。哇哦！没想到陆氏集团为了欢迎我小前台入职，搞这么大阵仗。站好了，大少爷、二少爷马上就要来了。恭迎大少爷、二少爷。风宁，陆燕生，好久不见啊！你来干什么？燕生，像修缘这种东西，顾家可是势在必得，除了我们赵家，谁敢帮你啊？燕生，只要你和我结婚，我就能保你和陆家安然无恙。赵曼，你昨天给我们下药，今天还有脸过了？我和燕生早有婚约，我来看看我未婚夫，不可以吗？凯之，是不是我只喜欢你哥，所以你吃醋了？其实你长得也挺帅的，只不过跟你哥相比起来，还差点意思。赵曼，你我之间的婚姻只是当年父辈们的玩笑，你不必当真。陆燕生，你现在没有别的选择，要是想保住陆氏和修缘，就只能跟我联姻，至少凭我赵家之力，还能保护你们哥俩不受波及。柳经理，送客。赵小姐，请你离开。
让你说话了吗？还有谁想说话？我想说话。又是你！昨天的账我还没来得及找你算呢，没想到今天倒是自己乖乖送上门来了。很好，来人，给我把他抓起来！是。废物，陆延伸，你今天是非要铁了心和我过不去是不是？赵曼，这里不欢迎你，你是自己走出去呢，还是我请你出去？陆延伸，你不会以为就凭一个小小的前台就能动得了我吧？很好。陆延伸，今天就先放过你，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，要想保住陆氏，就跟我结婚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倒是你有功夫啊。嗨，我们就是山里人，干活多力气大，我一个小前台怎么会懂功夫呢？哥，他要是真有本事，怎么会来当个小前台呢？那倒也是。刘如烟，陆总，我在。你这个后勤部经理是怎么当的？居然能让杀手混进公司来！今天要不是他，你有几条命够赔的？对不起，陆总，这次是我失职了。再有下次，你就不用来了。你，跟我来。陆总，这就是你给我安排的重要任务吗？你不是想当我的秘书吗？我先去开个会，希望等我回来的时候，这些文件都已经整理好了。哎，不是我，这哪是秘书，分明就是打杂的嘛！哥，你真的要留下他？哎，你不会对这个女人有意思吧？瞎说些什么呢？这个风宁背景一片空白，什么也查不到。他身手不简单，如今顾氏虎视眈眈，留在身边有用，顺便还能看着他，防止他乱说昨天的事。怎么打字比修炼还累？惹了我们如烟姐，跟没事人一样。你个小贱人，现在给我磕头道歉，我还可以考虑一下，让你活着滚出陆氏。不要！不知道，对，都给我滚出去！滚！别以为陆总夸了你2句就能爬到我的头上，我今天就让你知道谁才是后勤部的老大。修缘接下来进行投产，刚才我所说的各项工作都要抓紧时间落实。怎么了？陆总，柳经理带着后勤部的保安在茶水室把新来的那个前台给堵了。什么？发生什么了？来人，
给我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长眼的东西。你怎么可能？这是什么情况？陆总，陆总，你们家咖啡真不错。你没事吧？他们……哈，他们为了抢一盘水果打起来了，我拦都拦不住。你骗小孩呢？鬼才信！陆总，这个臭丫头片子不懂规矩，我想着教训她一下。从明天开始，你不用再来了，现在立刻给我离开！都是公司的人，下手这么重。切，他那种人算得上什么公司的员工？我看他的老板是赵曼才对。哼，没想到你眼睛还挺毒啊。我们刚刚调查了，那个杀手的确是柳如烟放进来的。依我看呐，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从决定将修缘问世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着接下来一定会是一场腥风血雨。大小姐，我失败了。大小姐，都是那个新来的风宁坏了我的事。废物，连一个小小的前台都搞不定，给我滚！喂，顾少，陆延深身边出现了一个叫风宁的女人，我的手下几次都没有得手，确实有些棘手。你身边那些人连个女人都搞不定啊，是我无能。看来你身边的尽是些饭桶，那就让孤狼去吧。顾少，那咱们之前说好的陆延深……放心，我只要修缘。好。孤狼可是 A 级通缉犯，风宁啊风宁，这回你死定了！你和我们一起进去。先说好，秘书是秘书，干别的可是另外的价钱。贴身秘书不就是让你贴身跟着，随时服务？不然算什么贴身？之前不是说不用贴身吗？现在需要了，不行吗？行，那得加钱，100万。哎，我说你这女人200万，但是要寸步不离。哼，成交。陆总，我肚子好饿。看在我今天忙前忙后保护你的份上，奖励我一顿好吃的怎么样？风宁，你可别得寸进尺啊！没问题，香煎龙利鱼、宫保鸡丁，配上香菇青菜和凉拌木耳，你看行不行？凑合凑合能行。菜是普通了点，但谁让是你陆彦深陆大老板做的呢？行，那你可以去做饭了，冰箱里菜都有。什么？我做？你是秘书，不是你做，还能是我做？我先去洗澡了，半个小时之后开饭。哎，我不吃香菜啊！哎你，当当当当，怎么样？光看这品相，看着还不错吧？
看来我的手艺还不错嘛。陆总，您辛苦了，来，多吃点。我哥最烦别人给他夹菜了。都看我干嘛？吃饭。强行破封，锦囊自毁。唉，师傅，你可真行，又着了你的道。唉，我还得给陆燕生当牛做马3个月。方宁，在干嘛呢？这么晚还不睡？我看星星呢。明早10点陪我去个地方。就我和你吗？别睡过头了。陆总，咱们去哪儿？去商场。陆总，你这么快就忘了自己被刺杀的事情了，还有胆子去商场？我不是有你这个武艺高强的贴身秘书吗？你干什么？陆总，你就不怕我跟他们是一伙的？我眯一会儿，到了记得叫我。陆总，这里不是女装店吗？你没走错吧？没错，给你买的。你现在好歹也是我的秘书，代表的是陆氏脸面。这些衣服就当做是公司给你配备的工装。啊？陆总，这些全部都要试吗？这是命令。慢点喝，没人和你抢。差不多得了吧，这比上山修炼还累，而且城里人衣服也太短了吧。陆先生眼光真好，您挑的这些衣服啊，都很适合您女朋友。哎，你误会了。算了，把刚刚试的都包起来吧。好，我这就给您包起来。不用全包吧，那试了那么多套，留个2、3套就行了。那么多我也穿不完，这不浪费钱吗？我乐意。走吧，回家，我饿了。喂，哥，你俩大天哥跑哪儿去了？这我这一睁眼家里空荡荡的，风情人呢？这没人做饭，我都快饿死了。我让他开车送我去买点东西，饿了就自己点外卖，别总想着让别人伺候。
待在车里别动，外面有狙击手。待在车里别动，外面有狙击手。1块钱买命钱，这女人有点意思。你没事吧？要不要我打电话叫人？来不及了，把头撞过去。你要干什么？盾狙。能活着从我手上离开的人，你是第一个。不过，这才刚刚开始。好了好了，人已经走了。怎么样，陆总，我这个秘书当的还算称职吧？风宁，抱歉啊，陆总，我刚刚翻到后面的时候崴到脚了，刚刚太紧张，一时没注意，现在放松下来，疼得有点厉害，只能劳烦你自己开车了。陆总，你快放我下来，我可以自己走了。别总嘴硬，脚都扭到了，还怎么走路？陆总，轻点！别动，轻点！这个女人动起手来，像把又快又狠的刀，现在倒像只猫。好点了吗？陆总，没想到你居然还会这个，真是深藏不露。再怎么说，陆氏也是医药公司，传统的按摩穴位和消肿手法，多少还是懂一些的。手法这么专业，平时没少给别人按吧？别乱动，你是第一个。刚才那种情况，多危险啊！你这么拼命的保护我，你就不怕自己受伤吗？嗨，谁叫你是我老板呢？再说，刚才情况那么危急，我哪顾得上自己会不会受伤？他不顾一切的保护我，只是因为我是他的老板。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怎么了？哎，你俩干嘛呢？这是？好啊，你们俩先是给我玩消失，这会儿又在我面前卿卿我我，这不把我当人了是吧？哎，你别瞎说，我这是脚崴了，陆总帮我按摩呢。我哥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热心了呀？哎呀，我们刚才在外面遭遇了狙击手，混乱之中我把脚崴了，那陆总只是帮我按摩而已。什么？大白天搞刺杀，这也太嚣张了！哥，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，倒是风宁为了保护我，脚还伤得不轻。对方都敢动到咱们家门口了，总不能一直被动挨打。我们要主动出击。主动出击，太好了！我等这天很久了。
你说的主动出击，就是让我接手后勤部啊。柳如烟被开除后，后勤部经理的位置就一直空着，你正好顶上。以后公司的保安和客服都归你调度，楼下就是你的办公室。行，交给我吧，是该好好整顿整顿。保安队那些大老爷们儿可都是刺儿头啊，他一个姑娘家家的，能行吗？我相信他。十个，上！来，大哥，你也要多少？这不挺能耐吗？赶紧啊！快点儿，来开啊！上班时间聚众打牌，陆氏的安保纪律，你们就是这么遵守的？别理他，继续啊！上！来，上！来，我出！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后勤部的老大。我只说最后一遍，现在立刻马上回到自己的岗位上。哪来的丫头片子，敢在本大爷面前叫嚣？哼！丫头片子，我可是陆总亲自任命的后勤部负责人。你要不想干，可以直接走人。反了你了！强哥我在安保队混了10年，轮到你一个丫头片子来管。今天不把你制服贴了，我这强哥的名头不白叫了。大哥！如烟姐在的时候，李如烟已经被辞退了。不管你们在这混了多久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只看纪律，不看资历。以后这里我说了算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现在通知所有安保人员开会。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就你们这样，还能指望你们保护公司安全？把腰杆给我挺直了！从明天开始，重新学纪律，学不会的，收拾东西走人。开个会还那么多规矩？就你废话多。从明天早上开始，每天6点集合训练，技能、格斗、纪律，一项都不能少。1个月后，我要你们每个人1打3，不落下风，成为陆氏真正的安防力量。规矩要立，目标要冲，但是呢，也不能让大家光受累。公司楼底下的火锅店，我请客，大家想吃什么尽管点，就当是给大家鼓鼓劲儿。你好，医药督导组找你们陆总谈点事情。好的，请跟我来吧。以后你就加油，吃点。好吃啊，兄弟们！还没问题。再好吃了，我跟你说，多点一点。老大，你怎么了？没有。老大，这样，你们先去吃，我还有事。好啊，行，今天你早点来啊。希望是我想多了。陆总，我是医药督导组李芳。不知督导组今日上门是有什么公务要吩咐？陆总的修缘现在众人皆知，
这种开创历史的医药技术，据我看，还是交给我们官方保管比较稳妥。你觉得呢？掌心好像只有柴面握枪械才有。不对，他绝对不是什么督导组的人。当然，交给督导组，我反而更放心，也能省去不少后续的安保麻烦。不如这样，咱们先泡杯茶，慢慢聊。陆总，这么不配合，可就不好办了。陆总，救援不交出来，你以为今天能轻易脱身吗？你敢在陆氏动我，你有想过后果吗？一个小小的陆氏而已，我来去自如。我说刚刚那股阴魂不散的气息怎么这么熟悉？看来那天给你的教训没让你长记性。是你，反应倒是比我预想的快。一个野丫头，竟敢三番五次的坏我的事！敢打陆氏和修缘的主意，你早该想到，你今天走不出这里。年纪不大，口气倒不小，不过是个女人，也配当我的事？没想到陆燕生身边还有你这号角色。你究竟是谁？到底是谁派你来的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王孝利。我想，至于其他的，我也懒得跟你说，跟一个死人废话，纯属浪费时间。危急在逃通缉犯，碎尸杀人无数，风铃再能打，怎么能敌得过这种亡命之徒？陆总，放心，有我在，没事。哎，你想死，老子成全你！兄弟小心！说，给你3秒钟，你背后到底是谁？说，到底谁派你来的？没想到我王孝利竟然栽在一个小丫头片子手里，我不过是替赵曼来收拾烂摊子而已，打赢我又怎么样？你真以为凭你一个人就能帮陆燕生守住修缘？陆总，您先把头转过去，小心做噩梦。你敢动我？好了，陆总，可以转过来了。你没事吧？啊？哟，陆总，就这么个小场面就把你吓到了？你知不知道，你面对的是 A 级通缉犯，是亡命之徒。放心吧，陆总，作为你的贴身秘书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，保护好修缘的。你的安全对我来说也很重要。陆总，要不然你先找人收拾这摊垃圾，我出去见个朋友。朋友？什么朋友？风宁，我警告你啊，别单独涉险。陆总，您放心，我有分寸。连孤狼这种狠角色都亲自出马了，风宁啊风宁，敢跟我作对，这回你死定了！赵大小姐想要陆总跪下，赵大小姐未免有点痴人说梦吧？风宁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没死啊？不可能！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？外面明明有那么多狱警门的人守着，还有那么多监控，你到底是怎么进来的？你肯定是用了什么不入流的下三滥的手段闯进来！
用什么手段进来的不重要，我来是想给你看样东西的。解决掉王潇丽或者闯进来，对我来说都不难。风宁，你以为你给我看这些我会信吗？你在我眼里，只不过就是一个会点花拳绣腿的村姑罢了。我告诉你，陆燕深，我要定了。我赵曼从来要的玩物，就没有得不到的。至于你一个不入流的土包子，哪儿来的就给我滚哪里去！你敢打我？说话就说话，别动手动脚。我们赵家可是海氏3大家族，你敢对我动手，我爸是不会放。说话的时候离我远一点，身上的味儿太重。好，你给我等着！你想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我爸可是很厉害的，他不会饶过你的。别拿你爸说话。以你们赵家的实力，请不动王小丽。说吧，背后到底是谁在帮你？我想想，陆家怎么也说得上是顶级世家，那敢动陆家的，不就是3大家族了？既然你不愿意说，那我就自己查。那留着你也没什么用处。是顾家。哦，详细说说，别漏了什么，不然我这刀可不长眼。顾家是海氏3大家族之首，是100年传承下来的古武世家，家底厚得很。还有联合药业也是他们牵头搞的。我们赵家的其他小家族都只能听他们的。顾家有武者？有，顾家家主、顾家护院都是武者。那就是说，只要顾如还想，对，只要是顾如还想要的，就从来没有他得不到的，包括修缘，就没有人能阻止得了他。没想到，一个小小的古武世家，居然敢这么横行霸道，简直世风日下。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，求求你放了我吧！我保证，以后你们跟顾家怎么斗，我都不管，我再也不掺和了。我给你吃的是禁蛊丸，想活命的话，就帮我约顾如海出来，事成之后会给你解药。喂，顾少，王小丽死了。别在电话里说，来找我。是。顾少，说。顾少，王小丽被风宁杀了，她还攻破了我别墅的层层防御，找到了我。那死女人简直是太凶悍了，我手下那些人根本就拦不住啊！废物！修缘我势在必得，谁都不行。但那死女人确实有些能耐，而且她还放了话，说要亲自面见顾少您。哦，杀了王潇丽，还敢来面见我？这个女人的胆识倒是远高于一般男人，有点意思。把邀请函给陆应生，明天中午12点，沪江饭店。是。是个识趣的。
顾总，马上就要见到顾如海了。说起来，一般的秘书应该没什么机会陪老板见这么高层次的人物吧？今天这场会面可不是开玩笑的。顾家在海市势力盘根错节，远胜赵家100倍。顾如海作为顾家唯一子嗣，几乎掌握了顾家所有的资源和权力，可不是好对付的。那赵曼不也是世家的继承人？我看也不过如此吧。顾如海岂是赵曼那种草包可以比的？他早在还没有成年的时候，就建立了自己的商业传奇，手段是出了名的狠辣。我如果不交出修缘的话，陆家很有可能成为他下一个猎杀目标。陆总，你真的要把修缘拱手让人吗？修缘是我的心血，我怎会拱手让人？只是顾家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，我怕这场对抗牵连的不只是我一个人。放心，顾总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别人抢走修缘的，更不会让别人伤害你。修缘再重要，也没有人命重要。我是不想让你陪我去冒这个险。放心，我有分寸。好，那你答应我，一定不要冲动，别硬扛。收到。你不能进。哎，你不能进。他是我的人。顾总说了，只有您能进。顾少，那个风宁真的很厉害，一般的杀手保镖都打不过他。这次你得好好的帮我出口气啊！邀请来做客，还让人拦着，这就是顾少的待客之道。别介意啊，手下人办事不力。不知顾总请我们来所谓何事？请陆总过来呢，是想聊聊修缘合作的事情。你想怎么合作？想必陆总应该了解我们顾氏集团的实力。修缘只有在我们顾家的手里，才会发挥出来最大的价值。修缘是我发明的，我最清楚怎么发挥出它最大的价值。我这个人非常欣赏陆总的研究才华，但是我觉得陆氏集团没有能力运营修缘这么伟大的技术。这就不劳顾总操心了吧？你只要跟我合作，我保证陆氏集团3年内再上一个台阶，还让你们跻身于海氏3大家族之列。怎么样？如果顾少接手了修缘，那您会怎么管理修缘？简单，将真正的修缘技术以天价卖给富豪跟政要，再随便搞点伪冒技术以低价卖给穷人，到时候整个市场都在咱们的手里，你跟我赚得盆满钵满，皆大欢喜。我研究修缘的初衷，就是为了救治有需要的人，从来都不是为了什么牟利。陆叶深，我以为你在商场磨练了这么多年，没想到你还能说出来这么天真幼稚的话呀！如果这杯酒我非要让你喝下去呢？好了，这杯酒现在你喝不了。顾少，您的衣服，风宁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可知道顾少身上这套西装可是限量版的高定，就算是把你卖了也赔不了钱。你是不想活了是吧？东瀛第一女武士可不是王孝利那种货色能比的。是吗？算了，不打不相识。风宁是吧？我不管陆燕深给你许了什么条件，只要你肯来顾家，我愿意以10倍的代价给你。顾少，这个女人一身反骨，你可不能要啊！顾总，
顾家的门还是留给您自己吧，我怕沾满了铜锈味，洗都洗不干净。哎呀，我好久没有在海市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了。哎，小妹妹，你是比我想象中的更有胆量呢，还是说你根本没把自己的命当回事儿啊？看来今天跟顾少没什么好聊的，我和陆总就先走了。让他们走。顾少，你可不能让凤宁这个女人就这么走了呀！你还没把我出气呢。顾如海没能拿到修缘，又被你驳了面子，恐怕会对你下手。没事，你安全就行。走吧。第一次被一个女人如此舍命保护，但那可是顾家，如果非要在她和修缘之间做选择的话，我不希望她冒险。哎呀，顾少，你怎么能让凤宁这个女人就这么走了呢？我明天可就不急，我就是喜欢满身带刺、一身傲骨的小玫瑰，一点一点的被磨平棱角，最后再乖乖向我求饶的样子。这才有意思嘛！可是我明天就要死了呀！你跟我谈合作的时候，信誓旦旦地说，我拿修缘，你拿陆氏。可现在呢，这不还是要我亲自出手？我看啊，赵家也不需要你这样的废物。这个世界啊，最不缺的就是蝼蚁跟垃圾。传我命令下去，谁要是敢给陆氏集团任何帮助，那就是忤逆我们顾家，后果自负。哦，对了，剩下的事情让吴东来去办。嗨。怎么了，陆总？又愁眉苦脸的？修缘的下一步至关重要，但凡是走错一步，都有可能前功尽弃。别担心，有我这个助理帮你兜底呢。那些凡事琐事就交给我来处理，你就只管朝着目标向前冲。顾如海的手段远比你想象的要狠辣，其实你没有必要为我趟这趟浑水的。商场上的那些门道我不懂，但是拳脚功夫还是懂一些的。你放心，要是有人敢动你，除非我先死。以后你不许再说这样的话，你的安全对我来说同样重要。喂，哥，大事不好了，快来公司！搞什么？心跳怎么快的像跑了10公里一样？哥，怎么回事？哥，公司那20多个药品原料仓全被人给抢了，初步算下来最少亏了10个亿啊！怎么办啊？知道是谁干的吗？还不清楚，已经让人去查了。现在着急的是原料，怎么办啊？下个月还有一大批药品要交货，延期1天就要面临5个亿的违约金啊！你先别急，先找人重新采购原材料。5个亿，我陆家还赔得起。哥，问题是已经联系人去采购了，但全市的原料厂家没有一家愿意卖给我们的呀。陆总，不好了，陆氏集团的股价正被人恶意做空，短短半天时间，市值已经蒸发1/4了。再这样下去，咱们的流通盘就都要撑不住了。
别慌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办法呢，自然是有的。哎呀，玉景门偷原料的事是你们干的？哎，你可别冤枉好人啊！我们今天过来就是替吴老大传个话。吴老大说了，给你们3天的时间，修缘交给顾氏，陆家剩余的医疗专利归我们玉景门所有。放屁！你们做什么春秋大梦呢？要是我们不交呢？不交啊？哎呦，那修缘跟陆家可能就都留不下了。那修缘跟陆家可能就都留不下了。吴家在海市也算是老牌家族，玉景门的势力在本地也算得上是1号势力。你们就甘心当顾家的走狗？哎，激将法这招对我没用，我不吃这套。再说，我们老大跟顾家那可是联盟合作。事到如今，陆总还是多考虑考虑自己吧。走了走了。哥，照这样下去，陆氏会完蛋的。顾如海来文的，狙击古氏，吴东来武的，抢药材，他们这是摆明了把我们往死里逼啊！是不是把他们老大灭了，就没有事了？风宁，你可别乱来啊！你别冲动，我们再想想，肯定会有解决办法的，啊！哎呀，瞧你们，我开玩笑呢。哎，你们先忙，我呢去美容院做个保养。小姐，抱歉，我们已经下班了。这位美女姐姐，想不想知道一个大新闻？啊？真的假的？明天看新闻就知道。赵曼那个废物被我做掉了，赵老头一病不起，现在正是你吃掉赵家的好时候。就等顾少这句话了，以后那些不方便出面的事，您尽管吩咐，一定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，绝对不会让您操半点心。唐佩里农2012年份珍藏版，你倒是有很多压箱底的宝藏吗？你是谁？怎么上来的？我叫风宁，跳窗户上来。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陆燕生身边那个很能打的小助理是吧？没错，不过你这玉景门也不怎么样嘛，全是些撑场面的花架子，怪不得赵家别墅的那些安防系统我能随意进出。这位大叔，你看你光鲜体面，怎么做那些小混混抢劫的事？你不觉得掉价吗？我劝你把陆氏集团的东西还回去，本小姐保证不为难你。我玉景门能够占领海市大半地产，是我熬了10几年打拼出来的。你一个小丫头，刚有点能耐就狂妄的不行。像你这种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人，我见得多了，最后死得很惨。哎呀，大叔，你按的那个不会是报警器吧？太可惜了，我刚才把房间里所有线路都切断了，你想发信号找人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况且来了也是送死。小丫头，你太小瞧我了吧？我刚刚已经启动了这办公室的毒气系统，如果没有解药，任凭你武功再高，也是必死无疑。哼，蠢货，你就吸吧，待会儿你就知道厉害了。千机饮，纯度90%，吸入以后会让肌肉僵硬，无法动弹，1刻钟之后便七窍流血，尸骨
骨无存。你怎么知道？这很难辨别吗？已经过去5分钟了，你怎么还没有事情？大叔，就你这点把戏，也敢跟我显摆？我从小就毒药当饭吃，早就已经百毒不侵。百毒不侵？哼，子弹呢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没有人能快过子弹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不对，你根本不是人！怎么说话呢？说谁不是人呢？你要干什么？我刚才给前台送了份报纸，你猜怎么着？上面都已经替你安排好了，等会儿你就会跳楼自杀。你说你是自己来，还是我帮你呢？放开我！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我狱警门的兄弟们不仅会找你爹妈算账，还有陆氏偷偷给我陪葬。你要真能找到我爸妈，我反倒给你包个大红包。放了吧，留一命。顾氏不是你一个人可以对付的，我可以帮你，我可以帮你。不必了，给顾少托个梦，让他把藏着的那些手段全部摆到台面上，别藏着掖着。大哥，大哥！难道老大真的想不开，跳楼了？你是不是猪脑子啊？1天期限，货物完毕归正，缺1星半点，狱警门密。二哥，楼下发现老大的尸体了，看位置应该就是从他办公室楼上掉下去的。明天叫上所有兄弟去陆氏。走！最新报道，狱警门老板吴东来跳楼自杀。这件事情应该跟你没关系吧？哥，你也太看得起她了。她一个女人，单枪匹马的去别人家地盘，还杀别人家老大，怎么可能啊？吴家的狱警门不过是顾家的一颗小棋子，就算是吴东来死了，顾家的力量依然不容小觑。他们对修缘虎视眈眈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对了，我之前听说顾家藏着一些武者，就是不知道那群人修为怎么样。顾家有一个护院，其实力已经无限接近先天境了。顾家少主顾如海更是已经到了先天境之上。难怪他们那么嚣张。所以你千万不能轻举妄动，你听到了没有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已经说了很多遍了。老大，陆总，狱警门把咱们楼下包围了，他们点名让你们出去啊。风宁，你不会真惹事了吧？来都来了，看看去。老大，对面指明要见你和陆总，谁来也不理。带这么多人来，是把家底都带出来？风宁，你老实交代，吴东来到底是不是你杀的？都别慌，狱警门带那么多人，究竟想干嘛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带这么多人堵门，到底是想干什么？我觉得，陆氏该给我狱警门一个交代。什么意思？你确定？既然这样，
那速战速决，一起上！哎，别冲动，他们人太多了。郑业成，我们可以好好谈。不用说了，兄弟们，风小姐，请您收下我们吧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风小姐一看就是女中豪杰，所以我想带着我和我的兄弟们一起投奔你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陆氏的所有药材，我们都已经原模原样的返还回去了。为了表示诚意，我们都是双倍送还的。不信的话，可以打电话问一下。那个风小姐，以后啊，我和我的兄弟们就唯您和陆总马首是瞻了。唯风小姐和陆总马首是瞻。唯风小姐和陆总马首是瞻。确定过了，的确是双倍奉还。那既然这样，你告诉我，你们玉景门和顾家到底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合作？几大家族的往来都是为了生意。顾家想要修缘，就让我们打压陆家。不过风小姐您放心，既然我们已经宣誓了效忠您，以后就跟顾家断绝所有来往。行，收下你们也不是不可以，正好给我们后勤部扩充一下体量。把玉景门收编成小保安，人家能乐意吗？没问题，只要风小姐一句话，让我们干什么都行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赶快如实招来。看郑业成的态度，吴东来的死应该跟你脱不了关系。风宁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哎呀，陆总，我就是你身边一个小秘书而已，会一点花拳绣腿，仅此而已。你知不知道，郑业成加入陆氏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升级宣战，你将会更加危险。他要是敢来，反倒省了我不少事。本小姐还怕他不来？你呀你，哎，好了，去给本少爷倒杯咖啡去。你不是秘书吗？怎么不听话？扣你工资啊！我不去，我是你哥的秘书，又不是你的。陆总，董事代表来了，要求立刻召开董事会。这么快？怎么回事？这小说怎么办呢？听说没？一大早，玉景门就派人堵在了陆氏楼下。赵家的消失是想杀鸡儆猴啊！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唉，再等等看吧。万一陆氏可等不了了。今天要是不给顾家一个满意的交代，恐怕陆氏撑不了3天啊！没错，现在的陆氏只有一个选择。坤叔，那就是妥协。大家都坐。坤叔当年可是跟老总一起创业才有的陆氏，没想到也出山了。可见现在的形势危机到什么程度。各位，以陆氏的现状，依附顾家才是破局之道。是啊，对，靠当别人的狗讨生活，这条路，我陆彦深不屑走，陆氏更不会走。陆彦深，你确定要如此轻率地决定陆氏的未来吗？彦深，当初我跟你爸爸一起打拼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陆氏也有我当年的心血，我绝不允许你把它毁为一旦。明说了吧，要想保全陆家，就得把修缘交给顾家。修缘我不会交，向顾家妥协更无可能。在海市得罪了顾家都没有好下场，你是要让我们跟你一起送死吗？现在玉景门的人都围在楼下，我们公司马上就要破产了，
没钱，谈什么尊严？可不是吗？玉景门，你误会了，郑业成他是来投靠陆氏的。你小子是被吓傻了吧？这玉景门放着3大家族不投靠，去投靠陆氏吗？你当真以为我们这些老家伙这么好糊弄吗？是真的。你小子别执迷不悟了。大侄子，论公司经营，你还要跟我们这些老前辈学学呢。我看你是倚老卖老吧。郑业成，郑总刚加入集团，我领他跟各位见见面。大家好啊！从今天开始，我玉景门加入陆家，谁要是敢动陆总一根毫毛，就是与我为敌。郑业成，你敢背叛顾家，你就不怕顾家报复？陆业深，你真是作死呀！你接收了玉景门，明摆着就是跟顾家宣战，得罪了顾家，哪还活路呀？我要退出陆氏。我们都退。哎呀！给你们脸了是不是？啊！郑业成，顾家怕是不会放过你，你就乖乖等死吧。我你妈！陆氏，等着完蛋吧！陆彦山，我看你真是疯了，居然去收买郑业成，这摆明了是跟顾氏作对。你现在得罪了顾家，到时候吃不了得兜着走。那就让他们来找我。这里哪轮到你一个小秘书插嘴？赶紧滚出去！慢着，他是我的人，你们谁让他滚蛋，就让谁先滚蛋。行了，都别争了，照这样发展下去，大家都得滚蛋。就是，都得完蛋。大家还是先想想该怎么办吧。各位叔叔伯伯，我向你们保证，很快，陆氏就可以起死回生。哼，说得倒是，我们凭什么相信？你们不信的话，可以跟我签对赌协议。6个小时之内，如果我不能让陆氏起死回生，那么我将退出陆氏总裁这个位置。好。如果输了，就交出修远，滚出陆氏。好。那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咱就再加一个条件。哼，如果陆总赢了，你们这些挑事的，就把手里陆氏股份全部交出来，然后立刻滚出陆氏。别说6个小时了，就是6天，你能解决陆氏现在的状况吗？就是6个小时，给我干什么呢？燕深呐，别不听叔叔的话。我一直劝你，你还是太嫩。这次你输定了。大侄子，到时候可别说叔叔欺负你啊！6个小时啊，简直痴人说梦。陆总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能赢的。输赢我倒是不在乎，可我就是想不通，那些叔叔伯伯，他们都是跟我爸一起打天下的，更是看着我长大的。可现在呢？他们这样的选择是背信弃义，早看清总比晚看清好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们一起扛。只要你站稳脚跟，陆氏就不会倒。你说的对，我一定会保住陆氏的。我一定会保住陆氏的。陆总，你这么说，是想到办法了？
终于结束了。哼！燕深，坤叔劝你，你不听啊！哼！你这整这大半天的，有什么用啊？就是，折腾一圈下来，你还是要交出你的总裁位置，带着修缘去顾家，服软认输。哼！你们现在下定论，是不是有点太早了？陆总，陆氏的股票已经稳定了。啊，这还真稳定了？怎么可能？短短6个小时，怎么可能做到？内部，正业城投靠陆氏，归还了原料，公司的生产线全线恢复。外部，修缘正式投入临床试验，订单激增，公司的股价自然水涨船高。这次算你走运，不过别得意的太早，运气这东西不是一直都有的。你干什么？是我们陆总赢了，各位，请兑现你们的赌约吧。燕神啊，大家都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，何必要做的那么绝呢？当初我们这样做，也是为了能让公司撑下去。怎么，你现在翅膀硬了，想过河拆桥吗？为了公司，你们一直逼我将修缘交出来，我看你们是不是早就投靠了顾家，所以不惜卖主求荣啊！当初你爸都没敢跟我这么说话，你是疯了吗？赶紧开门，让我们出去！我劝你们亲自把我们送进去，否则，你倚老卖老，本小姐不吃这一套，赶紧签，不签的话，别怪姑奶奶我不客气。我们走着瞧，陆氏一定会毁在你手里的。风宁，啊，陆总，怎么了？是有什么突发情况吗？这几天辛苦你了。有你在我身边，真好。什么？你是说郑业成投靠了陆燕深？是，陆燕深有了玉景门的帮助，不仅恢复了生产，还利用了修缘做高股价。陆氏集团的股票已经稳定住了。顾总，据我所知，这一切都是那个叫风宁的女人干的。风宁？看起来还是小瞧了这个女人，确实不一般。你亲自去会会郑业成。はい、喜んで。哎呀，这几天可累死我了，今天晚上一定要搞点夜宵，好好补一下。陆总，你们想吃什么？我去做。算了，这段时间你也挺累的，我让附近餐厅送吧。你们才辛苦呢，我做饭根本就不费什么劲，没什么的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小时候老宅有个保姆春婶，她手艺不错，回头我把她请过来。好。
喂，凤小姐，救命啊！怎么了？陆总，我有点事，先出去一趟。你们待在家里，别乱跑。要是肚子饿，就自己吃2口对付一下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好，记得别冒险，保护好自己。哎呀，凤小姐，您可算是来了呀！顾家人弄的啊！他们让我交出玉景门90%的股份呢，否则就要杀了我。他们还说，别以为投靠了你就可以跟他们抗衡，那顾家的实力不是你凤小姐可以匹敌的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，他们给了我3个小时的时间考虑，是重新依附顾家，还是彻底消失？3个小时，解决掉顾如海，应该够了。啊！解决顾如海，应该够了。啊！不是，凤小姐，你有所不知，那顾如海他不是那么好杀的，光是他手下那些人就都不好对付呀。好，怎么个不好对付法？他的贴身秘书是东瀛第一女武士，还有他的护院顾林，那可是无限接近于先天境。还有呢？还有，顾家的家主顾雍，那在10几年前就已经是先天境了。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肯定在先天境之上了呀！哎呦，知道了。哎，我肚子好饿，有没有吃的？啊，不是，凤小姐，你这么大的事儿，他还这么淡定，背后肯定还有高人。哎呀，快去啊！那个凤小姐，您背后的高人他什么时候到啊？什么高人啊？凤小姐，那可是先天境，就是10个宗师高手来了都打不过。您看您吃饭吃的这么淡定，这背后一看就是有高人撑腰的嘛。没有啊。啊嗨，冯小姐，您在开玩笑对不对？哎，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你一个人怎么打得过他们吗？那个冯小姐，我还有事就先走一步了。那个冯小姐，我劝你一下，你也赶紧逃啊！现在走晚了，现在走晚了。顾总，我，还没开始，你就已经腿软了。冯小姐，我知道您的实力，可是现在就咱们2个人，哎呀，今天必死无疑呀！小小故事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小，上个敢藐视我们顾氏的人，现在坟头草都长这么高了。4个宗师高手，冯小姐，你早说没有高人，我就准备一点武器呀。他最多算个宗师，就算配了武器，以1敌4，你觉得能赢吗？速战速决。谁说我没有武器？
还4个宗师高手呢，就这？你今天是要跟我鱼死网破吗？对付你们，我还用不着鱼死网破。我本无心与你缠斗，但你3番5次挑衅，说吧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倒想听听，你希望我怎么样？玉景门以后归顺陆氏，以后你不再欺负他们，不挑衅陆氏，我可以考虑放过你。放过我们？我好久都没有听到这样的笑话了。今天，你们谁要能杀了这个女人，我赏他1000万。兄弟们，杀了他，后半辈子荣华富贵。冯小姐，你先走。哼，现在小龙虾没了，我看你还能用什么暗器？谁说我只会暗器？呀！还有绝杀，冯小姐，这是他的刺客组织的成名绝技，据说死在这张之下的江湖高手数不胜数，小心呐！是该结束这场闹剧了。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你给我去死吧！过来！贱人，你敢动我，我让你们全家陪葬！你威胁错人了，我连我父母是谁都不知道，你让谁给我陪葬？那个冯小姐，要不我们就别把事情做得这么绝了吧？哎，他都要杀你全家了，你还在这圣母心呢？把他衣服给我扒了，拍点照。冯小姐，我不好这口。你放开我！现在不留下一些把柄，等下他脱身了，下次还想杀你怎么办？连这点事都不敢扛，还怎么跟我混？再说了，现在他没有反手之力，是最好的机会，能不能把握住，看你自己了。张彦成，动一下试试。试试就试试。我还抓你头发了，怎么着？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我顾如海今天所受之辱，日后必给你100倍奉还。好，我等着。去，给我绑到那个柱子上。哎，来看我，看我！哎，看这儿，看这儿！哎，好，张彦成，漂亮！我他妈杀了你！给老子闭嘴！你要是敢杀我，我就让你在海市出名儿。哎，是少主，属下来迟一步，让你陷入险境，还请少主责罚。连叔，
你提前出关了，把他们这2个人给我灭了，还有那照片、视频都给我毁了。遵命。冯小姐，这个顾林他是个武痴，论实力，整个海市他只在雇佣之下。听说前阵子闭关修炼去了，现在看来肯定是已经突破先天之境了，跟刚才那些宗师杀手可不是一个量级的，你小心。小姑娘，我倒是挺欣赏你的这份胆气，不过你也太狂妄了点，真以为自己有点本事就敢挑衅顾家少主？哎，你别颠倒黑白啊！明明是你家少主没事找事，3番5次招惹我，我才动手还击的。难不成我还要站在那儿挨打啊？住口！林叔，这丫头的实力居然比我还要强上一些。想清楚，是继续打，还是花钱把我手上的视频和照片买走？多少钱？1000万。什么？1000万？冯小姐，你这也太黑了。你要不给，我可就继续加了5000万。成交！哎，林叔，你干什么呀？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们？这丫头实力在我之上，我杀不了她。还是先拿回照片和视频再说，不能再搭上顾家的声誉。姑娘，你可要想清楚，得罪了我们顾家，可没有好下场。你觉得顾家得罪了我，就会有好下场吗？少主，我们走。吓死我了！奇怪了，这个顾林闭关之后脾气变好了。脾气变好了吗？我看未必吧。林叔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老夫只是被他一拳震伤了而已。他顶多就算一个宗师实力的黄毛丫头，怎么可能一拳伤到您啊？那丫头不一般，想要对付她没那么容易。我就是调动顾家所有的势力，我要杀到她。别急，先打听清楚她的来历，再做打算。走吧。风宁，小姑娘家的，彻夜不归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没什么，我找顾如海聊了一下。顾如海？他没把你怎么样吧？啊？哎呀，我真没事儿，我不是好端端的站在你面前吗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肚子都饿了，吃饭去。啊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哇，今天吃现成的。好香啊！上次跟你说过的春婶儿，我把她给请来了。风宁，你这次当众羞辱了顾如海，就是打了顾家的脸。以雇佣的手段和狠辣，他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放心，我是你的贴身秘书，你呢只管安心工作，剩下的我来解决。
爸，对不起，我。废物！堂堂顾家少主，竟被一个女人如此羞辱，简直丢尽我顾家的脸！爸，是我掉以轻心了，我只是没想到风宁那个女人身手确实不一般。唉，罢了。这件事你就不要管了，交给为父吧。你的仇，为父亲自为你报。抱歉啊，陆总，你这么忙，我确实是不懂商业，除了守着你，我也帮不上别的忙。你啊，想太多了，把我保护好就已经是帮我最大的忙了。那我就把护好陆总这件事情做到底。我刚才听视频说，熬夜喝热椰奶可以缓解疲劳，我去帮你冲一杯。风宁，你愿不愿意一辈子都跟我在一起？喂，顾家主。喂，顾家主。我就不绕圈子了，把一个叫风宁的女人给我交出来。顾少主的医药费，我陆家可以全部承担，但是想让我交出风宁，不可能。陆彦深，别给脸不要脸！真要为一个女人和我顾家作对吗？喂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有什么事情就直接来找我。臭丫头，牙尖嘴利，还敢接话了？是准备好了以死谢罪吗？明明是你儿子先来挑事，我们不过是正当防卫而已。输了就想耍赖，被打就哭着找爸爸。你先听我说，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，先离开海市，避避风头。啊！我现在就给你订出国的机票，赶最早的航班。嘘，小小顾家还不足以让我跑路。你在看什么呢？看短剧啊！这个霸总实在是太帅了。你既然如此，你们都得死！风宁，明知道让你留下会有危险，可我偏偏舍不得让你离开。哎呀，恢复生产这才几天，都快忙死了。进来也不知道敲门，没规矩。哎，奇了怪了，那我以前不敲门，你也没说过我呀？难道是因为某些人？闭嘴吧你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咱们赶紧回家吧，我都快饿死了。啊，凯之来了。秘书兼小厨娘上线，我先去市场买点菜。你们想吃什么？不用了，这个点春婶应该已经做好饭在等我们了。对啊，瞧我这脑子，8成是睡懵了。走吧，小秘书。快点快点，我都快饿死了。香卤鸡翅，春婶，你怎么知道我馋这个了？
还是你对我好。哎，你别没良心啊！难道我对你不好吗？你只是对我哥好吧？好了，快吃吧。等一下，我先吃。嘿，哥，瞧见没？你这小秘书还翻了天了。这鸡翅有毒，这鸡翅有毒。怎么可能？你不会搞错了吧？风宁，这种话可不能乱说。春婶，您还是自己说吧。没有的事儿，这菜呀，我都是去市场上现买的。那要不你先试吃？风宁，你别蹬鼻子上脸啊！春婶在我们陆家30多年，对我们像亲人一样，怎么可能下毒啊？别说话，吃，吃。难不成真是你做的？春婶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春婶，我陆家待你不薄啊，为什么要陷害我们？大少爷、二少爷，我对不起你们啊！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我家老头子赌博欠了高利贷，他们都快把他打死了，我实在是走投无路，才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啊！对方是谁？是。哥，湿氏魂毒，这种毒一旦入骨，就会迅速蔓延全身。我去叫救护车。来不及了，必须马上解毒。那有什么我能帮的吗？去找一些被子和毛毯来。解毒之后，它会很冷。哎呀，太薄了。那我再接着找。已经开始冷了吗？还是已经开始畏寒了吗？陆彦生这种凡人之躯，哪能承受这种毒？看来只有我先吸收掉，再来化解。这毒肯定是顾家下的。我虽然百毒不侵，但化解需要时间。这2天功法怕是要降低不少了。3个月了，封印终于解除了。哎，这刚才的光呢？我眼花了？看来毒应该是解了。哎，风宁人呢？这个女人不会又出去闯祸了吧？20年了，我终于可以弄清楚自己到底是谁。
公，这次发明的回春丸能够杀灭癌细胞，有了这药，能够拯救多少个家庭呢？是啊，努力了这么久，总算没有白费。可不嘛，要不然这样吧，大家都辛苦了，咱们叫上大家一起庆祝庆祝。好啊，小王，等宁儿放学，赶紧接她回来，参加晚上的宴会。哎，好的。可乐哥哥，今天我家要举办宴会，你来我家玩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小姐膳也做好了，我们准备出发了。耶！这个好吃，多吃点。哎，你也多吃。风先生，风太太，看来心情不错呀。不知道是什么风把顾家主刮来了。我今天来是想和风家谈成合作。我们风家小门小户，哪有资格跟你们顾家谈什么合作呀？风家研制的回春丹早已经不是秘密，这药一旦上市，将彻底改变现有的医药格局。我们家主希望在这个项目上与你们风家合作共赢。你们想怎么合作？回春丹无条件供给顾家，继续研发应用，后期利润分给风家5%的分成。你们这和抢有什么区别？我不同意。哎，风先生，我今天来是通知你，而不是来和你商量的。顾家主，我们风家不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合作。我代表先生送客。告诉他，我顾家的生存准则是什么来着？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你们就是强盗！风先生，别激动。你要觉得分成少，我们还可以再谈嘛。别装算了，你们顾家就是为了用回春丹谋取暴利。研发产品不就是为了赚钱吗？我觉得二位应该为风家的几10口人和你的女儿再考虑考虑。你敢动我的女儿试试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放过我的家人和员工，这是你们要的发明专利和数据。早这样听话不就好了吗？何必伤了两家的和气了？哼，怎么了？东西都给你们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你们敢骗我？哼！风宁怕是又要找顾家麻烦。不行了，我不能再让他涉险了。那能怎么办啊？这女人像头倔驴，拉都拉不回来啊！我们不能再继续跟顾家硬碰硬了，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德高望重的中间人，去帮我们和顾家讲和。那我们能找谁啊？我认识一个人，当年名望很高，但是退出江湖已久，就是侯天元，侯老。可是，请他出山，不是件容易的事吧？不管付出什么样的努力，我都要做到。侯老，这次真的太感谢你了。没事儿，记得我们敲定的条件就行。一定。修源能进入生产工厂，我会选择侯家。这5个点的利润都是属于您个人的。顾家主，俗话说和气生财，两家化干戈为玉帛，对双方都好啊。陆氏若真心讲和，怎么会让风牛那丫头几次挑战我顾家的权威？顾家主，都怪我管教不力，但绝对无意冒犯顾少和顾家。
这样，为表诚意，我愿意出5个亿赔偿，还希望您原谅。我要的是修缘技术的专利和陆氏集团的51%的控股权。顾家主这意思，摆明是想让我拱手交出修缘和陆氏。当然，你也可以不答应。顾家主今天愿意见我，难道不是为了奔着双方各退一步、和平发展来的吗？陆总还是太年轻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今天既然你踏进这门，之后的事儿就由不得你做主了。光天化日，难道你还能对我动手不成？哼，我当然是想杀你，但杀你之前，我要用你逼迫风鸣就范。你休想！侯老，叶琛，对不住啊，今天用这样的方式请你过来，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可顾家主的命令，我实在是难以违抗啊，只能照做呀。难道说你也是雇佣的人？哼，侯老，喝茶。侯老，辛苦了。风宁，陆叶琛，你觉得那丫头敢来救你吗？她最好能来，我们新仇旧恨一起算。好重的血腥味儿！五脏俱损，已无力回天。带我女儿风宁离开海城，让她活下去。罢了罢了，你的嘱托我接了。倘若日后你的女儿风宁有了复仇的能力，我定让她亲自为你报仇。如果不能，我一定会让她一生平安喜乐。她是风家之女，她还有自己的路要走。日后若是你们有缘，还会再聚。可乐哥哥，顾庸，你给我等着！新仇旧恨，我们一起算！一直听说那个风宁很厉害，我还就不信了。他今天要是敢来，我非叫他好看！哼，这里都是埋伏，一个女人而已，估计都用不上我们出手。啊！
人，一帮饭桶！叫雇佣出来。凤娘，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，陆燕山还在我手里呢。你还敢提？好大的脾气嘛！放开我儿子！爸，救我！风宁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赶紧走！马上放开我儿子，束手就擒，否则我现在就弄死他！雇佣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我只数10个数，放了陆燕生，否则我就先送你儿子上路。风宁，这千金弩不是说在先天境之下必死无疑吗？这女人之前跟我交过手，不在我之下。此人在先天境，我小瞧你了。算了，我的耐心已经用完了。顾如海，别怨我，要怨就怨你爸不肯救你。凤娘，你敢动我的话，我爸一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儿子，别怕，我谅他也没那个胆儿。风宁，你不必为了我葬送自己的生命，你赶紧走！闭嘴！陆延生，此刻我不只是为了你，还有我的家人。儿子，少主！所有人听令，谁要杀了这个女人，我分他顾家家产1半。风宁，还有什么花招，就尽管都使出来吧。还有什么花招，就尽管都使出来吧。我现在就杀了他，为我儿子报仇。下路小心！这么不经打，还真是便宜你了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灭门之仇，不共戴天。风宁，没事吧？风宁，没事吧？啊！总靠内力强压体内的余毒不是办法，时间长了只会耗损气血。我没事。死丫头片子，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！老夫早已10年前冲破天境，你杀了我儿子，拿命来！风宁，陆氏和修缘我都可以给你，你不要伤害他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我儿子已死，你已经晚了。这口血，我总算是吐出来了。我身体里的毒已经排出来了，现在我不用再压制实力了。先天神境？你怎么会先天神境？不可能！
修炼了大半辈子，还只是先天境，简直可笑！你个小丫头片子，不可能比我强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20年前被你灭门的方家之女，风宁。你是风家的遗孤？顾雍，当初你血洗我风家之时，你可料到过有今天吗？风家的人都死绝了，你不可能活着！天道好轮回，你们顾家2代人做的龌龊事，是该一起算账。我机关算尽，到头来大梦一场，大梦一场啊！多行不义，必自毙。可乐哥哥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可乐哥哥，我们今天玩过家家的游戏吧？好啊好啊，我当爸爸，你当妈妈。好，可乐哥哥，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。等我长大了，我就来娶你。小草莓，原来是你！上次问你的问题，你还没有回答我呢。啊？什么？你愿不愿意一辈子都跟我在一起？我愿意。